台积电董事会今仔日是第2天，业界也传出讲，这台积电呢已经通知着电源 IC 设计公司的客户，会把最后一座6寸晶圆厂收起来。台积电是回应讲，决定未来2年内会退出6寸晶圆制造业务，来拼这8寸晶圆的产能，提升营运效能。台积电唯一一座6寸晶圆厂是伫新竹的竹科，不过市场却传出台积电有可能把6寸晶圆厂关起来，转做投入先进制程。台积电发声明回应讲，决定伫未来2年内一步一步退出6寸晶圆的制造业务，持续精并8寸晶圆的产能，提升营运效益。这个决定未去影响到进前公布的财务目标。未来就需要主攻在目前呢竞争对手比较无可取代的先进制程，还有先进封装的一个业务，所以相对去做一个取舍。那么特别是来切掉有关于在这个6寸厂的部分，乃至于在先前，那么也收掉在氮化镓的一些业务。台积电伫竹科的6寸晶圆厂，一个月产能差不多是8.3万片，占总产能是无到1.5%，占营收的比重差不多是0.5%左右。主要应用伫个高压制程，包括电源管理 IC， 会当做智慧型手机啊，佮有电风含手提电脑等产品。以台积电目前制定的布局来看，包括伫竹科含南科的12寸晶圆厂、含8寸晶圆厂，佮有6寸晶圆厂，含几个先进封测厂。在客户订单的移转上面来说的话，那最有可能的是2个方向。第一个方向就是台积电将它自家的这些原本在6寸厂生产的客户，往12寸晶圆的方向进行移动。这些客户转给子公司世界先进代为生产，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向。台积电对11开始举行2天的董事会，按算伫12月暗来公布讨论的结果。对日内美的案情，对美国的投资干美国家，安怎来平衡高阶技术的保护和客户的信任，拢是这届的关键议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